兄弟姊妹平安。平安。这礼拜天气慢慢转凉啊，我唔知恁身躯边敢有一个人得到感冒，也是身体无爽快的。啊，伫当这时，咱就明白身体健康实在就是上大的稳定。感谢大家这时来对你边仔的兄弟姊妹来讲，会当伫遮同齐做礼拜就是上大的稳定。感谢主。伫礼拜上开始，咱做伙来吟这条诗歌，当作咱的祈祷，嘛来准备咱的心。我俄勒耶和华，我俄勒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的故乡就算有。亲像耶和华，我心心敬拜耶和华。我俄勒里，我俄勒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的故乡就算有。我俄勒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耶和华，万军的军，万王的王，我们伫你宝座前，高赞现在永远的主，多多你肯定尊崇他。像耶和华，我的故乡就算有。我的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心心敬拜耶和华。就是邀请大家来读这经文。记载伫诗篇第95篇第1章，第1节到第7节，咱做伙来读。来啊，咱着耶和华唱歌，叫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行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地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山悬的山尖也属伫伊，洋海属伫伊，是伊创造的；大地也是伊的手造成的。来啊，咱着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有生的百姓，是伊手的。咱这是来为几项事来献上咱的祈祷，第一项来为着家己来祈祷。咱每一个人，逐工拢爱为着生活，为着工课，为着服侍，世界走动。这是咱着来将这一切代志拢交托伫主的手中。咱个主是明白咱个主，是承载咱一切需要的主。咱就爱大胆来到伊的面前，对伊来祈求，就是大家一时来祈祷。
比疼痛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是阮随时的倚靠，是阮永远的保护者。阮一切所有拢出伫你，你会当收拾，嘛会当来摕走。阮只是来到你的面头前，为着家己来祈祷，求你互阮经验你的智慧，嘛因为安尼知影阮的微细，学习来将一切交托伫主你的手内底。阮的感谢、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第二项代志，咱来为着伫身躯边有需要的人来祈祷。耶稣呢，教示咱讲，着听你的厝边亲像家己。咱身躯边敢有需要耶稣的人，敢有需要平安的人？无论伊是拄着甚物款的状况，还是身体欠安，还是生活拄着挑战。咱就会当用祈祷来加做伊的帮助，一起来祈祷。亲爱耶稣基督，你的疼是永远的疼，是真实的疼，是无分彼此的疼。因为你先疼阮，阮才有能力去疼四周的人。阮就为着阮的亲人、朋友、教会兄弟姊妹来献上信心的祈祷。因为阮知阮的祈祷是有气力的，你已经将这个权柄授予予阮，按照你的旨意来行，予阮祈祷拢真做别人的祝福。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刷来，咱来为着你所有参与，也是你所关心的教会事工来祈祷。咱富cường教会为着爱迎接50几年，有兴起侪同工来参与伫大款的事工，但是咱知，咱若是靠家己的气力是真有欠缺。咱就要邀请主来三甲之地，求伊的大能亲自来做工。只是请大家来为着你所参与也是关心的教会事工来祈祷。看着称赞的上主啊！伊伫阮教会内底兴起侪同工，若是来服侍你，也服侍正兄弟姊妹，甲阮所在的社区。求你纪念阮几偌做的工，也阮的服侍合伫你的旨意，讨你的欢喜。你嘛爱加添气力，互每一位同工跑走袂亚身，伫服侍当中得到你的祝福甲喜乐。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上尾啊，咱来为着今仔日的礼拜，甲潘牧师的讲道来祈祷，求主伊的圣神甲咱同在，陪伴咱的心，互咱会当领受伊满的恩典。也特别为着潘牧师来祈祷，求主来授予大大的智慧来开伊的喙，用真理来优持主的忧群，用真理来见证主的作为，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予阮有健康的身体，有美好的礼拜堂，阁有侪愿意做工的兄弟姊妹，阮才会当来享受今日的礼拜。特别求你祝福潘牧师，稳固伊的喙，也有信心的感动，会
当好打来讲出你的真理。愿今仔日下礼拜真做芳芳的祭，献伫你的宝座前。愿的感谢、祈祷，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请弟姊妹这时起立，来做伙用这时光来学咱的上帝。我学了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刻骨相求酸勇。我学了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信心平白因无散。我学了耶和华，我学了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刻骨相求酸勇。我学了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信心明白因无散。万运的运，万王的王，我乐伫你宝座前。我早现在永远的主，多多你看天尊重他荣耀。主你是万军的军。万军的军，万王的王，我乐伫你宝座前。古早现在永远的主，多多你看天尊重他荣耀。就算有我了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信心敬拜因无散，信心敬拜，我信心敬拜因无散，我信心敬拜因无散。哈利路亚！咱这时就欢喜来唱歌，透早起来，咱要来学老主。来到耶稣的面前，咱的心欢喜来唱歌。愿耶稣，我的心内就有平安。享受平安的主，是创造万物的主，
所有的喘气的，拢得来称赞伊，哈利路亚。继续拍鼓啊，用欢喜的歌来鼓励咱上帝。早起来，好了主，透早起来，好了主，因为透早起来，你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早起来，好了主，透早起来。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守厝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好了主，透早起来，好了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荣耀、乐乐拢归伫咱的主。主啊，我的心内有平安，因为我的愿望是在伫你。是
用信息来继续来学乐赞美你，圣哉，圣哉，圣哉。现在，现在，现在，全力大主宰，咱就受光水下和乐相助尊名。现在，现在，现在，将你的的大海，和乐相背起，尊其光主宰。现在，现在，现在，万姓拢敬拜，没有高官尊荣，我们的宝座前，千千万万天君，你我的敬尊，初下感谢你，万兄弟大门。现在，现在，现在，全力大主宰，万民大下领是我的兄弟子兵。现在，现在，现在，尊荣高万世代，我的三位是都以大主宰。万国的主，阮的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世间一切画面、一切创造，拢是对主所来。阮是受恩的囝儿，是对万人中上帝特别恩待的百姓。所以，阮今早起用感恩、用阿乐、用祈求。欢喜到主你面前，来仰望主，来明白上帝你的教示，来经历上帝你救恩的喜乐。所以，阮伫主的圣日，阮众人拢欢喜到主面前，用敬拜来表达阮对心底的感谢。愿主的恩伫阮中间，是因阮拢有不足。拢有欠缺，拢有有限，所以阮需要主你话的启示，阮需要圣神的开力的帮赞来坚固、来扶持、来引带。愿阮今仔日，阮的敬拜上帝你欢喜接纳，也将你的恩典、开力、信心赏赐伫阮的中间。哦，这个礼拜称做荣耀主的礼拜。领受恩典的礼拜，伫你的面前，阮恭敬将主日交托你，愿你圣神亲自引带，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姊妹，咱请游园徛地吼，咱来看银幕，咱做伙来坐读新的诫命，咱坐声来读。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人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大家请坐，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今仔日吼是这个福音主日名人开讲咱要邀请潘弟和牧师伫咱中间，甲咱分享主的话来做见证。咱真欢迎，咱有的是福音的朋友、新的朋友 base 的
咱所以请兄弟呢，小等下若佫有空位吼，尽量对头前来坐，后壁来的兄弟较方便来就座位吼。咱也真欢喜，今仔日咱的敬拜团吼，拢是咱天母台牧区的，咱家鼓励一下好无？天母台牧区来领敬拜吼，感谢主，咱把时间交予咱的师会。接着咱做伙来看启应文，启应文第64篇，雅各书第1章。我来启会用中来印。亲爱兄弟姊妹，唔通受欺骗。伊无改变，嘛无天体转势引起的影。亲爱兄弟姊妹，就知，因为人会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要消除一切垃圾的习惯，甲灌满的邪恶。要实行道理。敢若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下离开。毋过有伫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全的律法，阁有伫坚守的人，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老人伫讲家己真健全，是伫欺骗家己。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对爸上帝看起来，这条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搁一遍感谢你的恩典，互阮的兄弟姊妹。带着渴慕的心，聚集伫你的圣殿内。阮带着敬虔甲感恩的心，伫遮学到你，用诗歌，用阮的心，伫遮来敬拜你。主啊，你是创造天地、掌管万物的主宰。你用你的慈爱来牧养阮，你的恩典实在教育阮用，你的命令。每一个透早，拢是新，拢是上稳定的。你赐予阮生命有活力，你也赐予阮生命生活一切的所需要的。你也互阮伫困境当中有望望，伫阮平安中，互阮有喜乐。主啊，这是阮的心要大大来学到你。因为你是值得阮一切尊荣甲敬拜的主，主啊，这是阮也要用谦卑的心，搁一遍来承认阮的过失，甲阮一切知甲毋知的罪，阮的心思、阮的言语、行为，有时无合伫主你心意，求上帝你来赦免阮；有时阮软弱滑倒，有时阮自我的骄傲。所来离开主你的道路，求上帝你即时来赦免阮，用你的保惠来洁净阮，互阮回转到伫你的恩典当中。主啊，我们靠着你圣神的帮助，互阮每一天活出你欢喜意爱的生命。主啊，即时阮也为着阮富强教会来献上祈祷。
主啊，49年来，你恩典一直无离开阮富强教会。主啊，阮献上阮的感谢甲讹乐，求上帝你继续掌权，引带阮要迎至50禧年所筹备的事工。求上帝你赐福牧师阮中集同工，互阮有同心合一的服侍，带领搁较侪灵魂来归应上帝。主啊，阮特别为着阮幸福小组的福音事工，甲福音的地会完全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感动搁较侪的新朋友，勇敢踏出因信心的脚步，愿意来受主、来受洗、来归上帝的名。求上帝你来坚固因的信心，也互伊已经要受洗的兄弟姊妹，互因的信心定根伫真理内面，无受着环境来摇动。主啊，这是阮也为着阮兄弟姊妹拄着软弱、拄着病痛、受伤的肢体，来向上帝你来献上阮的恳求。你是医治的上帝，你也是人民的主宰。求你亲自医治伫治疗中的兄弟姊妹，也安慰受伤的心灵，将平安的力量加添伫每一个受试炼的人的顶面。求上帝你来祝福阮的经济、阮的工作、阮的家庭，拢有你来做阮的倚靠，来带领阮度过一切的难关。但阮今仔日是福音的主日，我们搁一遍完全交托伫主你的面前，求你来祝福潘牧师伊所要讲的道，圣神甲伊同在，讲甲听的拢要大大领受主你的祝福。主啊，阮要将阮2场的礼拜对头到尾，恭敬摆咧伫主你的面前，圣神的大帮赞充满伫阮每一个会堂、每一个角落兄弟姊妹的身上。阮要将一切荣耀、恶乐拢归伫你。阮的恳求、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咱做来共修上帝的话。今仔的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书第6章第1节到第13节。这个代志了后，耶稣过去加利利湖，就是提比利亚湖的迄边岸。有一大群人对伊去，因为伊有看到耶稣医好病人的新约。耶稣爬上山，甲伊的门徒坐伫遐坐。迄时犹太人会搬过节得要到，耶稣抬头看到一大群人，一直往伊遐底来，就甲腓力讲：咱要去綴买食物，通互遮的人食。伊讲安尼是伫试验腓力，其实伊家己已经知伊要做的代志。腓力应讲，用2摆囡仔去买饼，嘛无够互遮的人食一屑仔。另外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小弟安德烈，甲耶稣讲：只有一个囡仔，伊有5个饼、5个大麦饼，甲2尾鱼，毋过人遮尔啊济。敢若遮个若有够。耶稣讲：恁叫众人坐落去，迄个所在草真济，众人就坐落去。敢若查甫人就有5000。然后耶稣摕遮个饼，感谢了后，分互坐伫遐个人，鱼嘛安尼分，处在因遮。因食饱了后，耶稣甲伊个门徒讲：
将食剩的喙齿啊捡起来，毋通拍算，因为伊就将5个饼的丝啊，就是大家食剩的捡起来，拢总满12篮。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祝福听叹伊话的人。即条咱请圣乐队来献诗，伊所要献的诗是超越的恩典。因是献诗说，咱请潘牧师伊所要讲的道，就是超出想象的恩典。
利路亚，感谢主，通过圣歌队带咱唱诗首超我的恩典。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午早平安。咱台湾吼，伫个下半年国加3、4即个国定假日吼，真侪兄弟吼，拢会当拄好今年拢有年假年假，所以即摆嘛是3日的年假吼。真侪兄弟有当真侪好的安排，家庭的团聚，也是出外旅游。我嘛讲咱大家人有美好的休困交谊，而且嘛有属灵的追求吼。所以咱今仔日特别安排，今仔日是咱的即个福音主日，名人开讲吼。咱逐年呢，伫即个时间拢是一个福音的季节，咱对教会开始来推动即个福音即个小组，就是咱的圣福小组，嘛咱有真侪福音的地会，真侪经过咱美好的安排邀请，有真侪咱的福音的朋友入来到教会。入来到伫即个幸福小组，来领受遮侪福音的信息。咱也一面来安排即个福音主日，通过即个主讲来分享甲见证，互遮个新朋友，包括咱所有的兄弟姊妹，也通更较坚信咱对主领受的祝福。所以咱今日真欢喜，邀请第一场的即个福音主日，就邀请到潘弟和牧师吼。咱若较资深的会友，大家检测有印象吼。潘弟和牧师，伊差不多20几年前做新学生的时阵，伫咱教会第实习，迄个阵拄带牧师来咱教会服侍无偌久，咱嘛是佫旧的礼拜堂啦吼。所以兄弟你若有印象吼，会当小可回忆一下安尼。伊伫遮实习有真侪兄弟吼，得到真好的帮助，所以。嘛，咱真侪中级甲伊有真好的即个联系甲关系。潘牧师呢，伊毕业了后吼，有伫即个美浓的教会来服侍，迄是客家的教会吼。后来也有来到伫即个油厂教会，来甲即个陈景牧师做为同工吼，做青年事工。伫3、4年前呢，伊特别受呼召吼。来参与伫一个足特别的福音事工，就是即个伫嘉义传福音关怀事工，叫做更生团契。伊等于是用牧者的身份进入到嘉义来关心遮的受刑者。吼，咱教会嘛定定有迄个更生人来咱遮做见证嘛有人来义卖吼。我相信伫咱台湾即个社会，每一个人拢需要福音，特别是伫嘉义的所在。所以咱今日特别对高雄的邀请潘弟和牧师来咱中间吼，伊要用超出想象的恩典来甲咱三个学习分享甲勉励。咱只是用普通声来欢迎潘牧师来。夏牧师以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以前我对台神甲南神其实真侪间教会然后阁有去真侪教会。尤其是做家事工以后，有真侪教会爱去请安报告、爱募款，是讲有一间教会，我会上期待会当来聚会。第一间当然是我的油厂教会，第二间毋是我的油厂教会，以前我服侍油厂教会，第二间就是富阳教会，真怀念的所在吼。所以我建议伫遮的时阵实习，但是我若是周间的时阵，拢会。走倒来富强遮看卖行然后参加主间的聚会。迄个时阵感觉伫富强教会真好耍吼，毋但是好耍尔，有真侪互人感动的代志。但是有兄弟肉体病痛的时阵，我毋捌看过遮侪人去做伙探访，做伙去祈祷，做伙流目屎，做伙祈祷，做伙为伊来跑走，为伊来拍拼安尼。所以讲我伫人讲富强的土就黏吼，就会人想要留伫即个所在。然后我看到夏牧师吼，我嘛感觉真欢喜吼，因为少年的时阵看到伊，拢是看到，安尼讲较无礼貌吼，但是因为我来遮实习，所以我只有看到夏牧师的相片，甲小夏牧师的相片，所以我知影伊是我的老前辈啦吼，所以我有时我甲问讲，即个牧师即摆伫啥物所在安尼啦吼。
这个今日总算有看到伊本人啊，所以伫遮就是讲真欢喜会当来到富强教会，甲大家做伙来请安报告。这几档的拼图吼，就是讲过去我离开富强以后做啥物代志，然后发生真侪上帝所手术伫我身躯顶，我的生命当中真侪足好美好的恩典。就开始进行咱先三甲来祈祷。特别上帝感谢你，互我会当做一届搁一届领受你的恩典，主持伫你的圣殿当中领受你的话语，愿圣神充满伫阮，互对阮讲话，互我会当领受对你遐来平安甲福气。你的话语还充满伫阮，互阮问啊了解，阮听嘛会做会到，活出伫我的生命当中活出好的见证。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所以今日的经文就是讲到，我若是要看今日经文，我就想到恩典能力，恩典就是超出想象的恩典。当初是即个囡仔将5块饼2尾鱼摕互耶稣，奉献互耶稣的时阵，伊绝对袂想到讲会剩遮济，然后互伊早登去厝里。即款超过想象的恩典嘛，发生伫咱的生命当中。不断有接纳足侪兄弟姊妹的见证。以前是庄脚的时阵，我是阮阿嬷住伫花莲，到暑假的时阵，阮拢会转去，啊无就是过年时阵转去。阮小弟吼，就是堂弟吼，住伫遐较久，伊当年拢住伫花莲。有一天伊行过一个水果园，伊就顺手挽一个芭乐起来食。你哪会当挽人的芭乐？伊讲。不要紧啊，哥哥你毋知，这规装吼，拢是咱的亲情，不要紧，你甲挽，对无？所以请恁转去做阵，拢规装拢恁的亲情嘛，对无？就是安尼，所以我就讲，一开始我佫惊的时候，我就挽一粒，到落尾吼，发觉讲无人管吼，愈来愈超过，迄金蕉嘛甲挽，芭乐嘛甲挽。我挽佫无够，佫摕一下落下来缀几块。有一届吼，我就家己去，我就缀几块赶转去时阵，看到迄个主人看到我讲：嘿，小朋友，你为虾米挽阮兜的水果？阮小弟讲这阮的亲情啦，你要食一粒无？哎呀，哈？恁小弟啥物人？阮讲阮小弟着迄啥物名，住伫倒物所在？安尼哦，伊讲。即个互你，我要来走，我就走安尼。过转工去挽，甲挽伊的金蕉，规罐甲摕走。讲，嘿，你过来摕。我感觉吼，如果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你知道吗？所以伊看到我摕到就理所当然的时阵，伊带一条呢。迄小朋友甲看到第三届去时阵，第三工去时阵，毋若挽人的芭乐，人的高丽，掺人的高丽菜，规个嘛甲挽走。伊讲，叫我挡袂掉，伊就讲。你住倒位？你甲我讲，你甲我讲你住倒位？我讲我住遐。吼，阮小弟也讲，有甲我讲，你若人来问讲你是啥物人，你住啥物所在，你来讲恁爸爸的名。吼，我就讲我住阿姨的囝，阮爸爸就判我建议嘛，讲好，阿姨的囝好，我知，安尼我知啊。恁爸爸叫我啥？你知无？我毋知。啊，然后讲好，我迄面吼，要穿好，来，阮。无讲袂要紧，讲了，转去我阿嬷吼，我推到有足惨的，讲谁叫你做贼啦？所以讲有时吼，迄个，若是咱不该人，我转去时阵，逐个人看到我的面拢知影讲，这是阿姨的囝。恁阿公啥物人？因阿公阿嬷啥物人？迄就是咱的面，就是有即个，就是遗传嘛，对无？人知影咱是啥物款，啥物人？但是转去时阵，我去倒一道，但是人拢会好意啊，讲来阮兜食饭，当然去食饭真好，但是头版水果都无好，头版水果无好，规罐人摕走，更加无好，规罐摕走无好，接二连三，更加无好啊！所以讲恩典是真好，但是恩典它有一个限制，所以伫恩典的时阵就是讲伫保罗先生就讲教业用的恩典。为虾米是教业用的恩典？咱是伫咱的周报内面看到讲，教业用恩典有4点真重要的点，就是讲伊一定会发生，毋是随机发生啦，毋是讲看心情来发生啦，伊是一定会发生，
然后伊会适时适当适量，上适合你的，然后上好的时机来发生，然后迄个量拄拄啊好，量拄拄啊好。所以我要用这几个简仔来譬如啥物叫做教育用的文典。好，11号，好快。好，这个简仔代表就是咱的工作，然后这个简仔代表就是咱的生活。我是讲，大家伫要读久的时阵，才要用这招，提早用出来。安尼你有惊到？这是代表什么？然后这是咱的生活，厉害，袂歹袂歹。第三项是咱教会服侍，教会服侍。然后这第四项，咱甲放在边仔是卖插伊。这是咱的一天24点钟嘛，对无？咱的气力，咱的精神，咱的能力，差不多安尼啊。24点钟伫这个所在，然后咱若是平均来分配，一天8点钟。伫遮吼，咱平均甲分配，工作一定爱升嘛。恁遐看会到无？吼，真诶吼。我尽量甲填好较平均诶哈。吼，8点钟，我无说那无甲填好满，因为你爱休困啊，敢毋是？咱会留时间互上帝，对无？咱嘛是爱有家己的时间，所以讲吼，咱的气力就是讲，若是你要加班，你爱对倒位抽时间。工作者吼，爱需要较济的时阵吼，工作者爱需要较济的时阵，然后你爱对倒位抽时间。真正恁真正看会到吗？有答应我哦，我想要叫清泉来斗相共啊，讲，清泉有来无？点名哈，好，对倒位抽时间，工作抽时间，敢毋是？咱工作抽时间，咱会当对遮抽时间过去。若是讲拄着拜六礼拜爱加班的时阵，是毋是甲牧师讲？牧师歹势，即礼拜请假，因为我爱上班，所以咱就对遮抽过。但是免烦恼，暂时的尔，你毋是讲逐礼拜拢爱伫迄个所在，拢爱抽时间。这较悬嘛？较过来，是。但是讲意外发生的时阵要安怎？你一天24点钟就无够用啊！你的即个经济，你的问题出现啊，安尼即是要安怎？你是毋是爱开这些时间？厝里人若是有人生病，对无？若是讲有临时的即个意外发生的时阵，你是想讲歹势惊真正爱请假。教会爱请假，家庭生活无去啊，所以就讲你开这个时间伫这个所在，当然无错，有当工会当甲咱斗相共啦。但是这当工伊家己有家己的生活无，有家己的工作无，有家己的这服侍嘛，伊会当斗相共，但是斗相共的时间无济，大家斗相共，但是无法度。总是这个时阵，咱若甲上帝祈求的时阵，教业用的恩典就是讲。上帝来甲咱斗相共，这是咱，这是上帝。所以，若是上帝参与伫咱的生命当中的时阵，伊就会当来补足咱不足的所在。然后是超过咱想象的好，超过咱想象的好，叫做教业的稳定，教业用的稳定，就是安尼，教业用稳定就是安尼。所以伫我的生命当中，我拄过足侪个困境。伫看到这则经文的时阵，我就一直咧想一个问题，就讲为虾米？
为什么这个人会对耶稣？了，咱若看圣经的背景，就讲因看到耶稣甲医病，然后将人医好以后，这个人找求耶稣来对耶稣的脚步来行，来对耶稣的脚步来行。以前无健保的时代，大家会记得无？看医生足贵。阮妈妈常常讲一句话：你都毋通破病吼，咱兜无钱互你看医生。你有听过即句话无？有嘛，对无？吼，因为无健保的时代，看医生足贵。你话安怎着看医生的时阵吼，其实迄个钱开啊足紧。所以以前较早耶稣时代看医生嘛足贵，爱开足侪钱，但个无一定会好，无一定会好。但伊看到耶稣发手伫别人发手伫有病的人身上的时阵，因看见侧面看见摆骹会行有病得到医治的时阵，足侪人对伊。你看迄即个时间是搁要过节啦，包过节都是因咧过年。厝里人有人咧破病的时阵，有人有肉体病痛的时阵，伊敢有心情好过年？无心情啊！每一工拢共款，每一工拢痛苦，每一工拢烦恼，每一工拢提心吊胆，每一工看伫伊倒伫遐咧哀的时阵，你每一工拢痛苦。外口搁较热闹，桌仔顶的食物搁较济。搁较丰富，你也无心情好食，因为迄个心内迄个痛苦，无人知。所以耶稣基督，他发手伫人的身上的时候，真侪人看到，这人对耶稣，毋望因会当伫耶稣身边，亲像咱看见讲，伊的祈祷，互咱的困境得到改变，互咱困难得到改变，互咱厝里的人即个身体会当得到医治。即侪人对伊，耶稣甲伊的门徒拄服侍煞尔，伊甲伊学生讲：行，咱来别个所在，咱小休一下，来退休会一下，食物件小休困一下。无想到讲因坐船啦，的时阵啦，迄阵人用走去到因要休困的所在，一阵人伫迄个所在。耶稣看到以后，心内个感动。人民正羊群，就讲好，咱搁来服侍，继续服侍。到服侍到暗时的时阵，门徒其实因拢真忝啊，无食饭，规工拢无食饭啊，已经真忝啊。结果腓力伊就提出问题讲：好啊，差不多啊，耶稣，伊家己想要真歹势讲，你知无？就讲，应该爱互因食饭啊吼。今日你足倒煞，就互因去转去厝里好食饭啊，吼！所以耶稣讲，就提出一个问题，就甲讲，腓力讲，恁互因食，这个问题是真正有够大个困难啦。但耶稣提出问题的原因，毋是要考倒伊的学生啊，是要互伊的学生经历着因看见遐侪先业，经历遐侪先业。当伊拄着困境的时阵，伊会想到讲耶稣就是因性命唯一的解答无？啊是咱拢是祈祷还祈祷，烦恼还烦恼，咱不是就是安尼啊？哪祈祷哪烦恼，哪祈祷哪烦恼，就是安尼啊？咱不是就是安尼？所以就讲吼，哇，这个非常烦恼啊！讲哎哟，这侪人，咱哦，就摕较侪钱出来，互因食嘛无够啊！系啊，是要安怎？但耶稣来讲的是提出问题的时阵，足大的问题，毋是要考倒学生，是要互因知讲，你要爱安怎解决问题，我是为解决问题的答案。所以讲，知甲经历是差足济啦。我敢若知尔无经历，差足济。人咧食米粉咧边啊，化烧。你永远食，你讲一定分析这个米粉偌好食，这个咱台南的牛肉汤偌好食，但是你永远都枵啊。你知了解。你看 YouTube， 人咧介绍你巴肚枵，你看你永远食袂着嘛。就知甲你有家己有经历着，迄完全是无共款的代志。所以耶稣就讲，毋是互恁知尔啦，毋是互恁看见尔，互你足深的印象伫你生命当中，讲会记得讲哦，这五底饼两尾鱼，700这人，这就是超越的恩典，想象袂到的恩典啦。恁倒遐久，恁看过足侪新业。但是今仔日要互你搁一解，互恁看见，我甲恁同在，
超出恁所想象的稳定，超出恁所想象的稳定。所以我大概看这则经文的时阵，我就一直在想讲，为什么有遮济人啊，因拢无感觉啊？耶稣一直咧讲，恁互因食，恁互因食。遮济人5000个查甫人好看，5000个查甫人伫坐伫个所在，迄甲恁家己有关系呢？巴肚枵是恁的代志，毋是别人的代志呢？我今日来聚会，我就期待讲，等下今日教会爱餐是爱食啥物？我敢会当安尼期待无嘛？对无？所以讲，因去参加聚会时阵，当然是心内是真火热，然后毋望耶稣解决伊的问题，身躯啥物拢无查，然后用走去找耶稣，当然啥物拢无查。但这个小朋友有查，可能因兜离迄个所在较近。但我看到这则经文上，我常常咧想这个代志：为什么这个人无感觉，袂晓处理家己的问题？我搁坐伫迄个所在要创啥？恁期待啥物？到底咧期待啥物？然后我看见我有只开车去家己的时候，看见一个所在叫做巴掌系列的记无？巴掌溪事件，就是看会到救袂到啊！所以这个群众，这个人已经习得无助啊！因已经惯死摇巴肚啊！因惯死伫迄经济普遍无好的时阵，因惯死啊！啊，无搁较想啊，无多解决即摆的问题，不如坐伫即个所在，明仔载再来讲，明仔载再来想，再来想办法。坐伫即个所在，至少搁看会到耶稣，搁会当听耶稣讲道。这个人已经将这个困境甲当作理所当然啦。这个人已经习得无助啊！恁知习得无助什么意思无？对，我去泰国的时阵，看到迄个大象无？我就爱大象的，因为这个世界会当排我行吼，这世界能够载得动我的动物，大概只有大象而已。胖子的心也是肉做的哈，你们。我说啊，大象哈，所以我讲哦，因咧足好趣味的呢。伊迄大象哦，你若摕迄足油的这锁啊吼，甲落伫下骹，啊了迄个插头吼，足油的，奇怪，那拢袂叮当。啊无落尾，我就问讲哦，因这骹足背一下伊就走啊，为什么？互你绑伫这所在？结果迄个领队就讲，哦，因自细汉就是用这绑啊，绑惯势啊。细汉的时阵吼，就是讲吼，这个锁啊，甲绑掉，伊就袂叮袂当啊。所以到大汉的时阵吼，伊就袂记自然，伊就讲吼，这偷掉的啊，吼绑掉的啊，我都袂叮袂当，就是习得无助啊。所以咱常常咧，就是咱的生命当中，常常咧讲无可能啊，死啊、害啊、无救啊。常常都是伫咱的生命当中啊，常常都伫咱的生命当中啊，常常都一直咧甲咱讲这个无救啊、死啊、害啊、无效啊。所以我即间我问一个张老娘，这张老娘身躯我会记得差不多有3种感情，然后伊搁咧写药剂，伊对上帝这种信心，我张老娘你。已经安尼啊，你搁对上帝搁有信心无？伊甲我讲一句话，讲牧师，还袂结束呢。我还袂结束，什么意思？我搁活的，上帝伫我身躯所做的代志还袂结束。然后我听伊讲的时候，我心内真感动。我讲你敢袂埋怨上帝，讲我一届甲你医治，无一届甲你医治。搁你互你经历遮侪痛苦，伊甲我讲牧师，大卫讲过，讲伊捌拍过足侪屎刑，啥物物件伊拢拍倒过，我嘛经历过遮个代志。即摆我所面对是我生命当中的果子啊，那有要紧，还袂结束，上帝搁咧做工。然后我参加伊个告别式。我知伊讲还袂结束是啥物意思？上帝搁咧做工，还袂是结束，
上帝听也未结束，上帝对人讲话也未结束。就算讲人已经过身去到上帝身边啊，上帝所留落来好的恩典、甲听、甲恩典、甲足好的记忆，也未结束。透过这张老娘，搁一届搁甲大家讲，也未结束，到死都也未结束，到过我迄天，搁来继续。我拄毕业时阵，想歹去庄脚教会伫美容。所以恁即摆，我问一下，我台语恁听有无？哦，好好你加知，因为我台北人，有一届阮台北拢讲华语较济嘛，有一届阮妈讲，早上去买猪肠回来，啊去我就加熬了，去甲猪肉店咯，头家买肠啊，要买1斤。伫台湾遮无买肠啊哦，无咧卖肠啊，讲，哼，猪肉店无咧卖肠啊。我有转去阮妈妈讲，妈，迄猪肉店讲伊无咧卖肠子安尼。我讲哪有可能？哪有可能讲伊讲无啊？你甲安怎个讲？我讲我要买肠啊。我妈讲，我这足害的事就一个外省囝安尼啊。哦，所以我就真认真啊！我原本台神毕业嘛，然后我真认真，我就讲哦，我台语一定要学好吼，我来读南神。结果我有一届去吼，去一间庄脚教会，讲到到一半吼，因牧师就甲等我纸条，我伫我头前讲，潘老师，请你讲国语啊，你台湾拢听无？啊，然后我真无简单的，我南神毕业，咱就爱迄个台语讲道嘛。我真无简单台语讲道，过以后我口啊跳完美容教会哈，美容什么所在？我戆只，我毋知美容当客家庄。客家庄应该在桃竹苗吧？没关系，我是北部人，叫无伫高雄山区哦。哈？你讲我台语学好无偌久，我派去甲客语教会啦。我这到底是咧讲啥生笑？然后我爱考一个做族群母语考试嘛。我讲我爱考啥物？你考客语啊？当然嘛考客语。我说哈？哦，我错一条，你知无？所以到落尾，我的台语一个客人腔，客语一个台语腔，无人听我咧讲啥，对吧？所以我拄去的时阵，我都想无，你知道？拄去的时阵，我到底我来遮要创啥啦？我拄去的时阵，一间教会破破烂烂，7月中的时阵，教会咧修理，外口落大雨，内面是有小雨，落小雨。我搁经历啥物叫做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真正无枕头，你知道？困咧涂骹呢。啊！外口咧，伊伫咧整理，我毋是看到即间教会硬体的即个棚，是即个教会规个灵性的棚啊！喺排去的时阵哦，伊伫咧整理，啊！然后大家来讲哦，我大家拢听无，但迄个时阵拄毕业嘛，男性老师讲，你爱穿我整齐，吼，然后你看到人爱亲切，吼，我热甲要害，味拢足热嘛，热甲要害，我搁穿迄。沙米罗西装大叔个，干呢骨带再去平安。吼，迄时拄去的时阵吼，嘿，第一届开会煞，迄个小议长就讲哦，你若想要离开吼，你即马甲我讲，你物件放喺我车顶。真教会伊个状况你了解，哦。有欠，伫外口有欠钱，吼，真教会差不多安尼啊。啊，然后第一届主日结束以后，会当用的现金，就是将钱的，会当用的现金存57箍安尼。啊，所有人拢讲吼，即个伫遮差不多3个月啊。啊，看遐，啊不要，啊因着定定咧，我面头前咧念诶。係一個小生人，一句話黑人唔會講唔會聽。哦，來一唔係中文咯，唔係中文咯，來一邊唔係中文咯，黑人唔會講，哎菜冇路用啊，我夾着嘴誒。誒，有客家人嗎？客家人，好來請你翻譯。開玩笑的，開玩笑的。哎，咪弄黑你啊。对啊，我有印象。
谢谢你们啊！我那时候看到林玲姐，哇，快要流眼泪，你知道吗？哦，所以因咧讲啥？这少年人来遮啊，刻意为一句话哦，袂晓讲，袂晓听啦，啊，搁生啊才缘投啦。好，这句我家己加的。无人说，自家说，听意思无？啊，所以去的时候，我奇怪，我都毋客人，我为什么排这个所在？我想无呢？我伫想无。然后困难就多啊，困难就多啊。伫个外口咧，落大雨，内面落小雨。然后拄着我7月中去整理教会，8月初6，出8月初2我就任。然后8月初6的时阵，我30岁生日。我生日的时阵，我伫基山铁桥迄个所在，我讲上帝，我来遮要创啥？我到底伫遮要创啥物啊？结果上帝甲我讲，毋是你爱做啥物事，你看我做啥物。我听到即句话，我惊甲要死啊！我大神毕业、人神毕业，但是我毋捌听过上帝的声。我徛后倒摆徛偌紧，一直回头看，讲上帝有咧甲我对无？我惊甲要害，你知道？结果我讲哇，这就等上帝讲，哇，这上帝是真的呢。啊，等听候上帝来的时阵吼，8月初7开始落大雨，8月初8八八水灾啊。然后风雨足大，我就一直救门咧，一直搬物件，一直搬物件。然后看到大风来的时阵，甲迄门吹走，砰一个吹走以后。我就坐伫迄个2楼诶，迄个楼梯迄个所在看，我的教会愈阴愈悬，然后看到迄个门吹走以后，啊，即个人敲电来关心嘛，拄毕业嘛，即个同学讲，你好无？我高雄看到最严重，我讲水阴愈来愈悬哦，好奈安尼，我就讲迄时个会报告灾情，到落尾看迄个门咧涂骹咧连，我愈看愈生气咋？我提前锁起来，我就行过大水，然后甲迄个门把个身躯拖倒来，囥个门轻迄个所在，缀伫迄个所在，然后水愈来愈悬，隔壁张老娘就讲：迄门莫伫啊啦，紧走危险啦！同学敲电话讲：你好，听讲高雄真严重，无啦，无啥代志啊，风和日丽。我咧生气走，这应该徛伫即个所在的门，为什么会离开啊？你本来就是应该爱斗好的门，为什么会变作无路用啦？甲我共款啦！无法度阻挡即个水，无法度阻挡遮，无法度阻挡即个教会愈来愈破烂，无法度阻挡人的分裂，无法度阻挡老人死去，无法度啥物拢无法度做。我咧生气呢，我生气。迄时阵我就生气，我讲上帝，你为什么水来引我这间教会？真无简单整理好的教会，你也无去引迄相连教会，迄个大间，糟了，蔡牧师爱你哦，哦，伊是错无煞袂去啊，袂去啊。我讲你无去引迄高雄林牛堂啊啥，迄间较大间教会。因为我这间教会要创啥？已经伫要欢喜的教会，我足生气的。我伫徛伫大水当中啊，第一届讲道的时阵哦，我是闭裤骹行过水，然后伫大水当中跋倒几落届，徛去讲台顶面，哪会遮衰？哪会遮衰？这头我生命当中困境，我伫咧心中一直咧生气啊！一直咧生气，我来遮到底要创啥啦？拄毕业啥物都毋捌，你就要面对遮政府啊，面对教会分裂啊，面对过去的问题啊。你问题这你根本啥物都毋知，你要安怎啦？然后是上帝互大水当中，伊应验，伊阁有愿做王，因为大水好，所以互人会当看见，这个所在需要斗相共，需要斗相共。所以就这伊个总会就讲，你去救6句，我讲好去救6句，结果就讲吼，我毋知要安怎救，迄拢无路好行，我就派伊哦，茂林，你毋知茂林啥物所在吗？多纳茂林迄个所在，结果因就讲，无说已经遐拢无米啊，讲因就2个青年，讲惊咱派米去，
但是到一个所在，迄车拢袂当去哩用歹的啊行，啊一行迄临时吊桥过。结果头前迄个原住民的青年讲，传道你很怕吼？我说你怎么知道？因为那个桥很陡。后面那个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发抖？你四个拢乌，你搁排白米去行，迄足恐怖。我印象足深的。你讲我到底要救啥物人？我家己都救我家己都无，我多救我要救啥物人？然后我就有看见周报吼，迄时我就看见拄要救灾，搁有教会足侪代志爱处理爱面对。我看到周报有一个人叫做戴秀英长老，秀英长老，奉献1万箍。哈，阮教会有即款不有的人哦，爱来甲探访哦。真诶啦，伊时都讲教会拢无钱嘛，有人奉献1万箍，感觉讲哇，这应该是阮教会的财主哦，应该爱来甲探访者。叫我去的时阵，我看到戴长老吼，伊即摆佫伫个100抗议会真一阵仔才领着偌千着长老总统的即个金牌。哦，宣告伊做长老啦吼，偌总统的金牌吼。我昨有甲因查某囝讨伊的迄个金牌相片吼，所以讲若想要看，等下爱看。结果我去因兜的时候，看到伊咧做啥物？伊咧做资源回收。然后我讲阿嬷，你是阮教会？我团导你来哦，来阮兜啉一下茶。我入去因兜坐，我想讲话拢讲袂出来，因为伊是做资源回收，做欠1万箍，伊就奉献互教会。伊家己无咧好过，囝足早就过身去啊。伊的孙佫突然间，佫因为心脏还是头壳问题倒落。即马伫迄个高雄顺利会圣公圣学院隔壁迄间高雄顺利会，足大间教会咧做牧师郑营忠牧师。你上帝互伊的即个伊直直安尼奉献的时阵。毋那是激励着即间教会嘛，激励着我这菜鸟团队呢。然后佫一个人突然间，我母会的一个兄弟来，伊上之前呢，伊之前费12万，伊摕互我讲，只要你摕去用袂要紧，你要安怎用拢袂要紧。我毋是这你的之前费，但是我有感动爱奉献出来互你。我讲恁某，我讲。阮某也毋知，先莫甲讲。我讲知，叫迄天我较好伊讲，为虾米你是要有感动要奉献咯？都有感动奉献啊！但是我甲你讲刷落来，因某伫伫边仔讲，伊是伊奉献，我气甲要死呢。咱佫2个囡仔爱饲呢，你无头路是要安怎？哈，你咧想啥？哈，结果伊讲，伊有9个月会当即个叫做玛纳。上帝所想互伊的失业补助会当摕到2/3，然后9个月以后，时间到以后，伊竟然聘做北京即个公司美商公司的经理管理阶层，20年以后退休。伊讲，你知影无？我无后悔，无烦恼，我奉献这12万。到即摆我想。这12万是我生命当中上好的稳定，上好的稳定。然后我用这12万，甲应该还的钱还了以后，我就甲讲，我甲你讲这12万，阮用伫什么所在？还了以后，阮去买一台福音车，因为老人介济，有的老人伊什么拢袂记，住伫安养院，退化真严重。但是到主日礼拜时，大家偷走出来，行路行来教会，啥物拢袂记，但是伊会记起来教会敬拜上帝。我心内真感动。我一定要有福音车载遮的老人来教会，一定要有福音车载囡仔来教会，一定要有福音车来载遮的人来教会，互因来教会。所以就买一台福音车。遮福音车佫做足侪时间嘅见证，还是将来有时间甲大家分享。
所以咱看见讲，咱有生命当中有真侪困境、困难、无法度的代志，咱嘛习惯就安尼咯。咱真容易习惯呢。我常常讲，舒适圈毋是上舒适的所在，是你上习惯的所在啊。明明你就是无，你感觉嗰种无舒适、袂习惯，但是你搁再转去迄个所在。以色列人互带出来旷野的时阵，伊常常回头讲啊，咱就转去埃及好啊，伫迄个所在阁有通食肉的。啊，咱转去埃及好啊，迄毋是上舒适的所在，是上习惯的所在啊。所以讲舒适圈毋是上舒适的所在啊，是上习惯的所在。咱常常咧习惯啊，就是习惯即个生活的方式。我前几日我咧披萨的时阵，我才知我甲讲，阮兜的迄个披萨的锁啊是会当升降的，无恁足悬的。我披萨逐家拢安尼学，你看咩啊？我这是像设计的，那设计甲安尼啊，逐工拢念，逐工骂啊。落尾吼，咧披萨的时候，我看到边仔有一个按钮，哈，会当升降哦。但是我嘛是习惯迄个悬度啊，我嘛是安尼用啊。所以咱一直咧习惯，一直咧习惯，咱的头脑内面哦，咱人的头脑就奇怪，无好的代志个记条，好的代志记袂掉啊。咱头脑就奇怪，常常都咧想无好的代志，但是好的代志拢甲放袂记，习惯。所以伫困境当中，超我常常的稳定，就是咱想袂到，做袂到，但是上帝犹原赏赐互咱啊。想袂到，做袂到，上帝犹原赏赐互咱啊。我的牧师娘对旧年的时阵，伊带伊伫急诊室去26届急诊。迄是我初咧算尔，其实不止，我知。然后入去抢救室抢救室14届。伊大概昏迷的时候，我就坐外口等。我无倒入去，我爱祈祷，但是迄足寒，你知影？迄寒毋是讲外口迄冷气咧寒，迄心内咧寒。心内咧寒，所以迄个去管的寒是，敢若即个世界无啥物毋忙啊，即个世界无啥物毋忙。然后到我无顺便清醒的时阵，迄时我伫家内面清醒的时阵，我讲我真个惊，我无当我一定爱入去家内面。伊就甲讲，你去做上帝应该爱你做的代志，你去。然后伫迄当，我有14个，伊抢救14届，我有14个伫家内面的受刑人洗礼、认罪悔改、认捌耶稣基督，这超出想象的稳定。所以我一生我经过足济。但有的时阵，我感觉人真正袂当计较。我做牧师遮久的时间，我常常想一件代志，就是我会当倚靠的只有上帝尔，咱无啥物比别人较高的所在啊。伫忧伤的时阵，事工足济，代志足济，我常常咧问伊讲：你要安怎做出正确个决定来？伊讲：哈，正确决定，透早5点半，咱做伙来祈祷。祈求上帝，互咱有智慧。所以迄个时阵，我拢爱赶伫伊的头前去教会。伊阁住阮兜隔壁尔，所以我常常爱甲伊飙车，我甲伊超车。然后讲，无说我无迟到，讲好啦，甲伊较早的，毋通常常对我边仔甲我冲过安尼。所以我常常是差不多5点半的时阵去所在祈祷的时阵，全。你投资伫即个所在，然后上帝就有你超出想象的稳定，所以，咱伫今日经文看，等于讲这囡仔单纯来相信，伊听着耶稣伊直讲，咱拢无人行动，但是单纯，伊就将伊的五块饼2尾鱼仔献予耶稣的时阵，伊单纯来相信，伊相信。
相信以后伊就见证上帝奇妙大权力。有人咧讲这个新约有可能是大家看见小朋友因这个奉献以后，大家心内有感动，将家己所备办的便当提出来。嘛有人讲这就是无啦，这是分裂的啦，就是讲耶稣一直变出新的鱼仔甲饼来啦。这是新的饼甲鱼仔啦。牧师，你相信代志上，我相信两个拢有可能发生啊。为什么？因为互人心会当改变，会当奉献，会当分享，迄是上大的神业。变出新的胖饼甲鱼仔，嘛是真大的神业。但是互人心会当改变，迄是上大的神业。牧师两个拢会发生，当然啦。互人食饱是分享，但是剩较济，或者即个囡仔会当摕转去厝的。这是耶稣基督互这个囡仔的恩典，因为伊愿意单纯来相信。另外，在咱单纯来相信，咱都早前咧富阳教会咧去咧设立的时阵，我记讲伫历史伫内面是讲，伫这个介绍内面讲是一个基础啊尔。咱有受到讲，咱大家做伙来奉献来拍拼的时阵，加上上帝的恩典。咱想象到今仔日的富强教会是即个幸福，咱想象未来的教会会成做啥物款无？咱想象咱伫即个所在，咱领受搁较多的恩典无？咱想象，咱上帝互咱超出咱所想、心内所想、目睭所看、耳仔所听的无？愿上帝祝福祝福所有来到伊面前的人，咱三甲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搁一届来领受你的听谈甲恩典，互你来搁一届来充满伫阮毋单是听你的道理，阮搁行伫你的道理当中。愿上帝，你搁一届搁对阮来讲话，阮已经活出你美好的旨意。愿你搁一届来充满伫阮，对阮讲话，活出美好的见证。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咱真多谢潘牧师，用伊对主领受的话语，啊，佮伊的见证来分享互大家吼。但下面呢，咱要吟修回应诗，啊，伫回应诗了后，啊，咱特别呢要来做一个介绍，就是讲，咱今仔日也同时是即个台湾新人院的纪念主日吼。啊，新人院咧联络的时，我有甲伊讲。即马新人院的学生较少啦，吼，较困难派学校的老师甲学生来，啊，我就甲伊讲，啊，拄好加潘牧师要来遮来分享见证，啊，用即个做代表，啊，咱上面听见证甲分享，啊嘛上面咱为着台湾新人院来做奉献，吼，啊，所以周报内底咱有业着即个奉献地，啊，咱永年呢拢有特别为着台湾新人院，吼，伫台北的台湾新人院来做奉献。啊，咱先来吟首诗了后，啊，咱再来看即块影片。咱坐咧吟就好，咱来吟即首温困做工无嫌劳苦。咱吟1节甲4节，咱坐咧吟就好。温困做工无嫌劳苦，欢喜来做。天白工行，这是我主所行的路，路不应该对主来行。第4节，温困做工，着尽本分，工定完成。就地属好，高处过来，堂高相多，今日温故，永久安乐。这是咱要来看一块影片，就是咧
介绍台湾新人院，需要咱关心以及因所做的事工，咱请同工来帮忙。敬虔的人进入生活每一个角落，伫家庭内面、伫工作内面、伫社区内面，展现丰富的生命力，真实来实践信仰的生命意义。伫台神，这款的态度受培养、受磨练，敬虔的操练是伫知识甲信仰的挣扎中，学习倚靠上帝恩典，继续向前。伫真理的光照下面，看见家己的软弱，因为敬虔，互知识有谦卑的根基。互宣告有温柔的力量，去承接上帝交托予咱的使命。为学生行过痛苦甲精神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敬虔的操练。因为敬虔不是一种表现出来的宗教的热诚，也是伫破碎中会通倚靠上帝。学生伫痛苦的中间学习的，就会带着伤，会通继续勇敢来行，也可愿意来信靠上帝。咱所会通做的就是陪伴伊祈祷，陪伴伊哭。我知影，伊毋是一个人，也毋是靠家己就会通来赢。迄个时刻就是信仰定根的时刻，也是训练伊会通活出一种信仰的深度。这款的态度是会通来受培养的，慢慢将敬虔内化出一款生活的方式。在台神学习知识，不是为了知道更多，而是一种认识、体认的过程。在课堂上专心聆听老师还有不同学生的声音，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了解，我们学习与人与上帝同行，学习从上帝而来的智慧。这样的知识是寻求真理的过程，在这样过程当中，我们得着信仰的力量，让生命有根有基。我们的目标不是塑造一个神学家，而是塑造一个以爱、以真理行走在真道上的牧人。伫我家己过去信仰成长的过程中，真侪时阵拢只有一款对圣经的解读，来遮受装备了后，互我伫活塞顶面，也是伫看待别的代志顶面，会当看见无共款的解读，就袂缩掉。从小在老牧师的带领下，对于宣教有很重的负担跟热忱，所以我选择报名缅甸的短宣。我是去服侍他们，结果最后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我才是被服侍的那一个。宣教不只是飞去另外一个国家，它也不只是喊着传福音的口号。金钱的心和知识的力量，是我们做宣教的根基。如果我们有金钱、有知识，却没有用行动走出去，我们的信仰只是空谈。如果我们到处去宣教，却没有知识的装备和金钱的态度，这样子的宣教工作也将会带来不同的影响，甚至是一场灾难。宣教不一定要做跨国，但常常要有跨越心理的界限，这样子的心智，跨文化、跨种族，跨出舒适圈，走向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群体跟社群中，甚至是接纳与我们不同的人。宣教可能发生在异国他乡，也可能就在我们城市的街头、社区的长照中心或学校的校园里面。宣教它也不只是一个3分钟热度的活动跟行动，而是长久的委身。因为福音不止于口中来宣告，它要被活出，成为光，照亮在每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台湾新堂耶稣名是训练愿意委身，用信仰回应这个世代的传教者。所以，我用敬虔来培养生命，用圣经来装备知识，将神学教育甲教会事奉紧密结连，培养出备办敬虔知识、传教热情的属灵工人，然后找牵因行入这世界。各位亲爱的姊妹，阮邀请恁做伙甲阮正做建立上帝国的同花，请恁用祈祷来支持，用奉献来参与，
互更较侪性命受到培养，成做主所喜爱的工人，互新学教育成做这个世代的祝福。这个是咱台湾新人医的请安的影片吼。咱最后看到这位咧讲话，这位就是因新任的院长吼，姓蔡院长。我会记得3年前的款吼，伊前任的一个女院长吼来咱教会甲咱请安。足侪兄弟拢有记得这句话，讲伊咧讲起讲咱即马这个新的新学生栽培的数量吼。袂当超过要退休的牧者，所以讲最近这10档可能会欠足侪牧师啦吼。但是咱真感谢主，咱教会即马出第2个新学生啊吼，咱参与有对就对啦吼。所以咱请兄弟，咱等下要做奉献，咱会当就你的感动吼，来为着台湾新人医因即个学校的事工来做奉献。甲时间咱交予咱的师会，也请执事来准备。即条咱最后来奉献。这是咱请会友做起立来吟奉献的诗。会众请坐。各位兄弟，伫咱报告进前吼，我特别今仔日咱除了多谢潘牧师来咱遮来甲咱做分享见证以外，咱有2位特别的人客啦吼。就是我简单讲，小等下咱请因来甲咱请安吼。就是咱有2位对美国倒来咱台湾人的牧师吼。头一位是李杨志牧师，杨志牧师，阮大家熟悉一下，欢迎，欢迎，欢迎。另外一位是贾信光牧师，贾信光牧师哈。我介绍因2位，就是讲因这边吼有17位伫美国吼，咱台湾人教会，而且是台湾人教会，佮属伫美国长老教会的一个团体。照听因讲，差不多40几间。对东部、中部到伫西部，当然西部较侪，南部嘛有啦吼。因这边的特别组团吼，来到咱台湾来，等于回乡探亲的意思吼。嘛是讲，甲咱长老教会，因为无共时代的牧者会友，会当甲咱的教会有一个联系。因
昨昏团队来到伫咱台南，甲咱台南中会遮个教会大家联谊加有2位代表差不多今仔日有差不多5-6间教会啦有邀请因各自无共款2-3个来访问，咱今仔日真欢喜，有2位牧师来到咱中间。咱李永志牧师呢，伊本身是出身伫双连，咱蔡牧师的双连教会。伊出国伫美国的即个加州的牧国教会牧会做牧师是咱头一位。第2位是咱谢信光牧师伊是邦加教会，拢北部人就对啦邦加教会出身的。伊到伫美国牧会即间教会，咱就有点印象就是咱以前咱的王忠信牧师伫加州咧牧养一间第1长老教会，现在就是咱的谢牧师伫遐咧牧养所以咱的王牧师呢，伫49年前来设立即间开拓即间教会，伫美国的时阵，佫有开拓到即个第1教会，实在是足无简单咱请咱的谢牧师来甲咱请安几句好无？多谢，咱拍拍欢迎伊来，来，下来。夏牧师、谢牧师、潘牧师，各位中职同工兄弟，大家平安。阮是为美国回来的台湾人教会的牧长。老实讲，我应该讲，我们不是外国人。真欢喜有即个的机会伫即个整个的美国人的中间，美国的中间，台湾人的教会伫遐。所成立的即届的即个参访团，会使有机会回来为伫台湾的上南边，一直去到上北边有即个机会伫拄好伫个主日的时阵来到咱的教会，伫遮甲大家相甲分享。阮怎样伫美国徛起美国怎样伫美国牧会的即个小可淡薄的经过。我先自我介绍，我叫做谢信光，我出身伫即个邦加教会。伫台湾新南医毕业，我毋知影今仔日拄好是台湾新南医的即个纪念主日我甲李牧师拢是伫台湾新南医毕业了后，然后去到伫美国。真拄好，我伫2010年伫旧金山新南医毕业了后，进入伫第1教会。迄个时阵拄好王忠信牧师的退职礼拜，我袂使讲退休啦退就休去，上帝就带你休去啊。所以退职礼拜的时阵拄好，我有即个机会接。王牧师美好的脚迹，继续伫遐引带伫美国的台湾人的教会伫遐来徛起。王牧师伫迄个所在做真水的工，也甲教会创甲真水。我相信夏牧师、谢牧师拢有去参加过即个王忠信牧师的即个伫遐的即个聚会所以即届有即个机会，我代表 NTPC， 阮叫做。National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就是伫全美国的台湾人教会。美国有美国的长老教会，台湾有台湾的长老教会。总是伫美国遮尔大的长老教会的中间，台湾人感觉家己的力量袂使去忽略去，所以真济的遮的信仰的前辈，一寡牧长，因就真积极伫遐咧筹备即个台湾人的即个长老教会的即个联合会。到目前为止，拢总有42间教会，为伫西岸、洛杉矶、西雅图，到伫东岸、纽约、亚特兰大，42间台湾人的教会。每一年，阮拢会固定有一个所在伫遐咧联系，因为无希望台湾人的教会、台湾人的信仰伫美国的所在煞无去，所以阮真用心伫遐咧经营，希望将台湾的文化、台湾的信仰。甲即个好水的脚迹会使走到伫美国，尤其牧养伫美国的遮的信徒的中间。所以伫遮的中间，虽然阮是属伫美国长老教会，阮叫做 PCUSA。你若看顶面即个 logo 伊真特别的一个 logo， 是美国长老会的即个一个标记，甲咱的即个焚而不毁的即个记号有真水的一个结连。总是伫美国长老教会下面的一群台湾人，尤其是台湾人的遮个牧长，因真期待将家己台湾
的信仰带到伫美国的所在，也会使互更较侪台湾人通团结伫美国。毋若安尼，虽然遮的牧长、遮的信徒伫美国徛起，无论久长，无论短，总是阮的心拢是少念伫台湾即块土地，甲土地顶面的百姓。所有发生的代志，阮拢真希望会使积极的参与。亲像最近花莲的迄燕社湖的代志，阮就随时发起即个募款，期待会使帮衬伫花莲遮的灾民。总是伫遮，阮也是毋若伫遐徛起，伫遐落地生根。总是阮知影，阮家己也是台湾人，所以阮真关心台湾即边。总是伫过去的25年的中间，美国长老教会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失去联络有25年久，所以即届阮有即个机会，通重新搁捡即个，希望有即个款的机会，会使伫美国甲台湾中间做一个真水的结连。尤其咱知影，美国长老教会过去有差派宣教师来到伫台湾，伫遮来做一寡联系的工作。咱知影，可能咱知影，即个马约翰 John Marco 是最后一个伫美国长老教会差派来到伫台湾的宣教师。总是伊伫今年的6月底已经结束伊的工作，转去伫美国啊。所以伫即个马约翰牧师离开台湾了后，等于讲美国长老教会甲台湾的基督长老教会就失去任何的联络。总是伫美国的台湾人，就是阮即阵伫美国徛起的牧者，真期待有一个桥梁会使联系美国甲台湾。所以伫即个美国长老教会无搁要差派任何的宣教师来到伫台湾的时，我想就是阮必须爱担起即个责任，互美国甲台湾会使搁一届伫遐建立一个水的关系。无论伫信仰，无论伫生活，无论伫移民，无论伫遐成长的台湾人，阮拢是阮欢喜伫遐传讲福音也好，照顾生活也好，彼此勉励，彼此带导也好。所以即届有即个机会，阮担起即个责任来到伫台湾的所在，期待为南部开始到伫北部，希望行过一遍，将阮所要做的工会使甲大家接三甲分享。上主要的一项就是要怎样做好即个桥梁，要怎样将台湾好的文化、好的宗教信仰带到伫美国，也将美国这边台湾人的需要带转来伫台湾这个所在，互美国、台湾会使互相有一个结连。所以即届有即个机会来到咱富强教会，毋若是我的前辈王忠信牧师伫遮起造真水的一间教会。透过济牧者伫遮牧养的中间，看见即个教会真正伫上帝的祝福的下面，真正国富国强啊！所以伫遮有即个机会来到即个所在，大家请安，也期待伫咱徛起伫台湾，咱的信仰的前辈，特别来关心美国长老教会，尤其美国长老教会下面台湾人基督长老教会的遮的信徒牧者伫遐的牧养以外，也特别替阮带导，互阮伫遐的牧养会使更较积极，会使更较照顾伫美国徛起的台湾人。所以伫遮佫一届，夏牧师、夏牧师、谢牧师、潘牧师，以及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致上12万分的谢意。毋望你有机会来到美国，来到伫洛杉矶的所在，来到伫美国各所在，会使甲当地的台湾人教会联络。阮真欢喜接待，也期待有即个机会做，毋若是文化、宗教、信仰的交流。也毋望伫上帝的列理的中间，互美国、台湾诚做偏偏是上帝国。这是我简单的介绍，多谢大家。真感谢谢牧师的请安甲分享。美国台湾人教会，特别是长老教会，伫咱过去几十当中间对台湾特别是民主化，佮甲美国的关系有贡献真侪真侪。咱真侪会友若出国青年出国进修也是留学，咱拢会鼓励讲你伫你的城市有咱长老教会、台湾的基督长老教会的教会无？鼓励因去参加所以咱希望以后咱佫有机会兄弟姊妹大家出国的时阵，会当去美国在地咱遮的
台湾人的长老教会来参加聚会吼。真多谢因今日特别咱中间吼。我因为时间无介够，我来做几项补充就好，就要来做结束。因为咱还有第2场礼拜要开始吼。第一就是讲，咱顶礼拜吼有介绍即个中级候选人吼，敢若有一位爱佫补介绍，毋知咱的秋怡执事伫遮无？秋怡，伫遮来，泡泡欢迎伊来，秋怡执事吼。咱顶礼拜因为秋怡执事出外啦吼。咱特别甲介绍，咱后礼拜要管选举，咱捌讲，即个就是秋怡执事，伊捌做过咱的助理校长吼，真好的服侍，咱伫后礼拜，咱要举行选举，咱真多谢秋怡执事，多谢。咱搁一遍多谢潘志豪牧师特别对高雄来咱中间，甲咱分享主的话，咱泡泡多谢伊。搁一两项报告就好吼，第一就是讲，咱后礼拜。要举行中级选举吼，就是咱一个轮休的选举，请会记得兄弟吼，8:40照第一场礼拜的时间来做礼拜。第一场礼拜兄弟较自然拢接习惯吼，咱敢若一场若定吼，但是其中有两方面的同工爱提早，就是咱的小会员长老伫8:10就要来伫2楼的所在，咱来做一个简单的即个名单的会合甲时间的分配。另外，咱有中级甲一寡选举的同工，要伫8:20伫3楼的所在，咱要请同工长老甲咱做一个简单的选务的解说，互咱运作了真顺遂。所以请兄弟为着这项事来祈祷，为着你要选的长老甲执事来祈祷。后礼拜，若确实真正你都合袂当来，咱伫教会的体制吼，都爱请假吼，甲你的小组长请假，也是甲咱熟悉的中级请假，咱能记录你的名单吼。好，搁一个报告就是讲，咱小等的礼拜三，咱请长老请老嘞，咱来甲2位来宾，搁潘牧师做翕一张相吼，来做纪念吼。搁来是咱有配合。广播社来抄写迄个路加福音的抄写，咱未开始哦，足侪人登记了所以咱有近70本，差不多要了若假使你有想要爱，要参加即个抄写，咱落去甲咱的干事问讲，佫剩几本吼？若有就先摕哦，若无咱爱佫去广播社登记，可能到后礼拜也是周间，你才会当来摕。搁一项报告，就是讲咱周历的手册，咱的广播社的周历手册来咱请这的侍奉同工以及咱有登记的兄弟到干事遐来甲领吼。搁有一项足重要，咱要庆祝50周年吼，就是咱有举行这个诗歌的歌谱的精选，就是咱信仪老师吼，就是创作也有法做咱的信仪老师，伊写两篇的歌词，一篇是台语的，一篇华语的。咱写谱来精选吼。所以若有要参加的人，今仔日最后一日啦吼。要来咱即马谱入来了，咱要开始来做来投票吼。所以请大家踊跃来参与，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咱小等的，咱请咱的来宾吼，咱几位长老代表咱来2楼的即个会议室做一个简单的即个休困，搁做一寡简报安尼啦吼，用安尼甲咱报告，多谢。即条咱做起立来吟上的诗，荣光归圣父上帝。吟诗煞，咱请潘牧师为咱祝祷。愿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堂信心的感动甲交陪，愿上帝所享受满满平安健康喜乐充满伫恁，对大到永世大无尽。
阿门。啊，这条个请坐。来，咱有在座的长老哈，然后长老发。